大乡亲啊，这个太阳目镜嘛有使用的期限哦。专门咧防日头光的这种乌人的目镜，也就是太阳目镜，这个防晒的涂料，会因为咱收纳的习惯，也就是高着汗水、目屎等等，慢慢来流失。医生就来提醒，若是不时咧挂太阳目镜的，大约2年到3年都应该换新，安尼才真正会当保护着目睭。目睭要防止日头晒，上界直接的方法就是挂太阳目镜。但是你敢知伊嘛是有使用期限的？频繁使用的话，可以2、3年可以考虑换一下。长期面对插目的日头光，唔但加速细胞的老化，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内障。但是乌前的目镜挂久啊，镜面顶的抗 UV 涂料嘛会因为收纳习惯，或者目着汗水、目屎等等，渐渐流失，失去保护力。淡血的带有些微的酸性，当然都会对一些涂料会有一些伤害。那在收纳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，比如说镜面要尽量远离桌面，或者是尽量要用眼镜布先把它覆盖起来。那这样的话，避免摩擦的话，眼镜的保存的状况会更好一些。除了注意袂使过期，这镜片的色水深度，拢是不是有保护力的关键？灰色，那第2个是茶褐色，第3个就是墨绿色，这3个是对于眼睛的保护是比较好的。另外，民众咧买时嘛爱注意这产品是毋是有维生素认证的合格抗 UV 的标章，选择乌前的目镜，才会当真正有效守护咱的灵魂之窗。